一下，我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你念么？唔见黑，不见了，唔见黑的，唔见黑的。好，这个唔见黑的是南部的说法，那么北部的说法呢是唔见黑的。有没有听出哪个字不一样？第三个字不一样。好，南部的说法唔见黑的，北部的说法唔见黑的。好，第二个补办，补攀，补攀，健保卡，健保卡，健保卡，身份证，身份证，身份证，2寸照片，2寸相片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通常会加个客语的“给”在中间，2寸给相片，或者2寸相片都可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工本费。好，我们有2个学法哦，有2种说法，工本费，或者另外一种比较道地的说法是工钱，工钱。好，马上，马上呢也有2种说法，南部的说法是两时，北部的说法呢两时。好，再听一次哦，两时，两时。好，有点不一样，小小的地方不一样。好，接下来呢就能，秋州的，秋州的。唔好，请问要拍乜嘅？快提咧，我嘅健保卡唔見係咧，我用嘅實能好。唔係睇人哋入邊報嘅咩？錯，補辦需要你嘅身份證同一張2寸嘅相片，含愛工錢200嘅元。臨時就做得拿到冇？冇按價，好唄，我用掛號基本五。好，多謝。看係條到嘅樣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第一句，係睇我哋入邊報嘅咩？你是在，係睇，係睇，我們這裡。我哋亞比，我哋亞比，報嘅咩？保的嗎？報嘅咩？好，那整句呢？華語的意思呢是：你是在我們這裡保的嗎？你是在我們這裡保的嗎？好，那我們先來說客語咯。係睇我哋亞比報嘅咩？係睇我哋亞比報嘅咩？好，那我們現在來下一句，補辦需要嘅身份證同一張2寸嘅相片。補辦需要您的身份證跟一張2寸的照片。補辦需要，補辦需要，補辦需要你的身份證，嘅身份證，嘅身份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有个字很特别，妥，在客家话里面，这个妥是 and 好，或者是跟好。你看哦，什么意思呢？给身份证妥一张2寸嘅相片，就是你的身份证跟一张2寸的照片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补学一句话哦，一张2寸嘅相片，在华语的意思呢，就是一张2寸的照片。好，你现在整句话咯，補辦需要嘅身份證同一張2寸嘅相片。好，那我們在正常的速度哦，補辦需要嘅身份證同一張2寸嘅相片。好，學會了嗎？好，那我們下一句咯。好，含愛工錢200嘅元哦，還要工本費200元哦。還要工錢，還要工本費，含愛工錢，含愛工錢，200元，200元，200元。好，整句呢，含愛工錢200元哦，
好，这是在跟民众说，我还要收工本费200元。好，再练习一次客家话哦。还要工钱200元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最后一句。好，当民众问你什么时候会办好的时候，那我们公务人员也许觉得没有那么快，之后会用挂号寄给您。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无按价，后尾会用挂号寄本。好了，会用挂号寄给您。好，那我们来一个词汇一个词汇来学习。无按价，没有那么快。无按价。好了，后嘞。后嘞，会用挂号，会用挂号，会用挂号寄给你，基本。好，我们现在整句稍微慢一点的速度，无按价，后尾会用挂号基本。好，正常速度咯，一起跟着念哦，无按价，后尾会用挂号基本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单元的客语句子的学习，记得多听多练哦。